婆婆。人固有一死，有什么好伤心的？你还不自刎，更待何时？你怎么？杀人抵命，只有你自刎了结，大家才能相安无事。是呀，就是啊。龙姑娘。 难道你竟然不肯？老道士，既然你贪生怕死，不肯自刎，取出兵刃，动手吧。你这老道，倒也爽快。师兄，小心！好了武功，这些小道士也就不是你的对手，也就不用我来救你了。
是你的对手，可你也抓不到我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龙儿，我要出手了。好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！李莫愁说：“你不肯给他解药，他也要来找你的麻烦。”无主的位置。他为什么满脸血污，伸长了舌头？他的手爪好长，就快抓到你的头颈了。原来是柔儿，好柔儿，就抓他的头颈。孙先生，你将半枚绝情丹给我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给你。掌法是我古墓派的入门武功，叫做天罗地网式，你好好看着。回避反扑，双手回拢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用麻雀练天罗地网掌式。 姑姑，
变成这天罗地网式啦！馒头啊，刚出锅了，热乎乎的馒头。馒头啊，别抢啊！刚出锅了，刚出锅了，热乎乎的馒头啊！别抢这个。来，给你。姑娘，你要吃馒头吗？要几个？一个。啊，好。慢着。我自己来。哎好。好俊的馒头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哎，姑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给钱？啊，馒头钱2文钱一个。我没有钱呢。哎，那没钱你吃什么馒头啊？你没有说要钱呢。哎，这还用说啊？这吃馒头给钱，这天下人都知道啊。哎，就是啊。你们大伙说说，哎，给评评理。这小女子长得倒挺俊俏的，吃了馒头不给钱，还你馒头就是了。哎，哎呀，你还给你就是了。哎，你都吃了，这咋还算了，算我倒霉。哎，你拿走吧，拿走吧，啊，哎。我的馒头啊！哎呀，吃了馒头不给钱，还打人，这我算是倒了霉了。你们这些乞丐都给我走开，走开呀！真是我的馒头，我的馒头啊！哎呦，我的馒头啊！你看啊，是小姑娘，吃馒头还打人啊？还打人？你怎么这样他是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下凡了！